歡迎收睇智好生活知識，我係 VC。嗱，咁做父母咧，經常咧都會為仔女咧整理校服嘅。咁但係當發現咧佢哋對皮鞋，尤其是個鞋頭甩晒色咧，都會攞支液體嘅鞋油出嚟咧油翻靚佢嘅。咁不過一唔小心咧，就會搞到啲鞋油咧周圍都係，連手指啊、手指甲啊都染滿晒色。咁而轉下頭咧，仲發現咧唔容易洗得甩喎，咁點算好咧？嗱，咁我咧就問個 DeepSeek 咧有冇解決嘅方法咧？佢就話啦，可以試下用卸妝油啊、食用油啊、番梘啊、酒精啊、梳打粉啊、白醋啊、牙膏啊咁樣啦。咁前面嗰幾種咧就全部都係唔得嘅。咁輪到白醋啦，咁佢咧就只可以洗甩皮膚上邊嘅染料，而去到最後牙膏啦，咁由於咧佢有一啲嘅摩擦性，咁所以咧就可以擦甩指甲上邊嘅染料。咁但係咧指甲邊咧就唔係好 work 啦。咦，有解救嗎？有啊，有一種咧就叫做廚房嘅全效去油劑，要嚟咧就係清洗咧抽油煙機嘅嗰啲嘅重油漬嘅。咁佢咧就係可以分解到咧液體嘅鞋油嘅。你咧就只要咧就係噴一啲咧上手指甲同埋手指甲邊啦，用個牙刷咧輕輕擦下，咁絕大部分嘅染料咧都可以洗得甩噶啦。咁而呢一個嘅方法咧，仲可以咧就要嚟洗甩更加難清理嘅就係噴墨嘅打印機嘅油墨啦。咁咧我記得咧好耐之前咧，我曾經咧就攞過啲墨盒出嚟咧，就係加墨啦。咁點知咧一個唔小心咧就染到隻手咧五顏六色。而最弊嘅咧就係1個鐘頭之後咧，我就要出發咧去參加一個商業嘅活動。咁當時咧我就用盡咧所有可以用嘅清潔劑例如係電油啊、酒精各種嘅嗰啲去污劑啦咁樣。點知咧一啲效果咧都見唔到。咁眼見到咧啲手指咧花哩花碌咧都唔知點算，直至到咧我喺廚房嘅櫃底咧就揾到一支好細支有相同成分嘅試用裝。咁咧我就倒咗啲咧就喺手嗰度，咁跟住捽下佢啦。哇！一沖水就90%嘅油墨就已經洗甩晒啦。而跟住咧我仲用相同嘅方法咧加埋一支嘅牙刷咧洗多一次，結果99% 嘅油墨漬咧喺1分鐘之內咧就唔見晒啦。咁所以咧萬一咧係遇到呢兩個嘅難題咧，大家咧就可以攞嚟急救嘅。咁但係要記住啦，就係洗完之後咧係要搽翻啲 cream 咧保護雙手嘅。嗱，咁今集所講嘅係我個人嘅經歷，純粹咧都係用作參考嘅啫。咁歡迎大家留言交流。咁喜歡呢一條短片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分享出去，順便咧就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。我係 VC，今次就講到呢一度啦，下集再見。